俺的最后一个集团准备一个很高纲的火锅，哦，这个跟锅哥有关，有，一看就知道是东北的这个酸菜白肉锅，嘿，也个很怀念反阳嘅米西，系咪？是这个，因为我爸是黑龙江人嘛，腌酸菜是他们东北的名菜。啊，只要到冬天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把酸菜冰冻起来腌着，然后过冬嘛。姑说爸爸没玩呢。对，我们每一年都会做，而且是围炉的好菜。然后我妈妈做，我爸教我妈，然后我妈就腌酸菜这样。姑说能当年过年如黑暗呢？过年都要这样吃吗？我们过年比这个大，我们是直接拿脸盆的了，不用这太小了，因为我哥都吃一大碗，我也吃一大碗，然后吃很奇怪，这个酸菜白肉锅啊，这个自然酸哦，你永远吃不饱。他吃3碗都觉得还蛮消化得了，这很妙哦。也真紧黑酥的哦，真紧的哦，嘿，真紧做的是哦，真紧的。连牙可以放，俺饮吞黑蓝水呢，我一直吞口水，你有吗？真的可以吃哦，奶奶瑞，要不要？酸菜外面店家腌好，然后大概就直接就放到火锅里面煮。那我们家是用虾仁还有猪油再炒过。炒过之后呢，放冰箱。然后我们涮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放冬粉，还有羊肉。羊肉不是白肉。没猪肉，还有。这很妙。这个你们以后如果有在吃的话，你涮个羊肉，那整个羊骚味就出来了，羊的味道被带出来。所以我们家每一年都是涮羊肉。然后有一次我到这个酸菜白肉锅的店家去问说，奇怪，为什么外面都讲说酸菜白肉锅？酸菜白肉锅，酸菜白肉锅，我们家每一年都是穿酸菜羊肉锅。羊肉唔酸白肉哦，白肉如果猪肉，羊肉跟白肉是猪肉啊。结果那老板看了我一下说，哦，你们家是贵族，吃羊肉啦。重口做得冇，做得。不过一個鹹菜，一個酸菜，應該同盧卡差別很大，完全冇相用。冇相用。嗰個中式一個盧卡很清反樣，一下韓國生哈，你的盧卡現在還會吃這個嗎？我以前都用看的，但我大概知道怎麼做。嗰個有技術，看了50幾年了。係啊，現在才傳承下來。中式清反樣咩？看到一個盧卡想到爸爸媽媽。就想說試着做看看，記得它的步驟。他做出來有效用嗎？8、9不離10，我覺得很有成就感。